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天堂的时间咧，我是郑慧贤，另外有数片咧是林先生，做数片咧是戴先生。今日要教乡亲的运动咧是气机导引，一下要做的是脾胃功法，腰摩鼓仓。我哋两只脚呢打开来，同我哋肩头平放。我哋手呢，睇我哋头身呢，慢慢地伸出去，鬼眼神要放松，肩头放松，同我哋手掌呢撑开来，虎口相对。鬼眼神重量落到脚底。我哋頭先呢，像力量太球一樣嘅，一下我哋用我哋眼神呢，去同我哋整啲腰片去摸過來，落來摸通，也你係摸過我哋摸上樣嘅。我哋個温片哦，記得我哋肩頭是要放鬆的哦，過一擺，也都係我哋腰摩鼓倉，一下我哋來做嘅分解嘅動作。頭下呢，強用我哋眼神呢，強用氣張的眼神呢，一天一節一節呢，放鬆呢，落到我哋腳底。嗰時候我哋下嘴眼呢，強用鬆起來一些，肩頭呢放鬆，胸口呢鬆落來，要從我哋頭嗰樣嘅頭落來嚇，放氣頭落來嚇，我哋腰骨放鬆嘅，我都是放落去。腳下下鬆嘅，如果按坐底呢樣嘅嗬，我眉動骨個地溜落來，膝頭、腳腕攏放鬆，我哋膝頭呢，那麼落到我哋腳底，我有啲身體嘅臂章呢，有張現呢，我哋同我手呢，慢慢地吸氣放入來，當我哋胸口嘅高度。肩頭吹落來，同我哋手掌呢，啲反翅骨入面呢撐開來，嗰下撐開來嘢呢，我木用得呢，我吹落來嘅，吹落來，我入邊呢，衝一粒嘅太摩上樣，我腰以下呢，要衝嚟打下一層嘅摩擦，嗰種有兩層嘅摩擦，啊你睇做你嘅。轉動睇摸，嗰種一下我哋做啲高土，我睇下啲水平睇，喺轉動咧摸按過，拄好到我哋胸口入邊做啲水平，你睇腰痛如何嘅，一下我要來做一啲我同樣眼神放鬆落來去呢，用開咧，手掌用開咧，肩頭。一條吹落來，我哋虎口呢對定來，入邊唔按開，盡量按嚟，我哋入邊呢要試下講有啲東西按邊度去講，我本龍骨入邊呢，我哋反翅骨入邊用開來，我到入邊我放鬆，嗰陣時呢重量呢落到腳底，我哋啲腰片呢，一裝用我哋丹田吸氣呢，帶定我哋動作來做如何。頭氣落來，個裝出去講，我哋唔看，數完裝出去嘅嗬，個一擺裝出去，我哋數呢是攏保持無痛嘅嗬，
俺唔要讲用树去，俺要用树安尼摕木，安尼摕木的吼。啊，俺爱摇位呢，啊还唔要讲规件是你是安尼咧缝，安尼咧缝哦，安尼缝呢，同安尼伊咧装米摕下米做，主要是爱按摩当安尼压臀，吼。啊，当安尼啊种土吼，安尼种完的米汁，啊，落去安尼皮种同安尼米的米汁，佮上安尼摕啊做的下面摇转吼，是去按摩到伊，当安尼皮米吼，佮上一下安尼落来去呢，中央吼，我也伫左偏转右偏转拢中央吼，一下伫右。爱个做恁的吼，爱右脚呢爱踏出去，跳成一步，中央他们的树的米汁中央吼，啊爱身体的中央呢落到伫前脚，一下爱伫左边转过来，推到后脚中央，伫后脚中央的松伫前脚。右脚呢，那个树骨的他们的米汁，那个同爱左脚呢，踏出去，中央落个提，爱左脚的前脚，啊，伫右边摸过来，压上入来，我同爱一条呢，要是把慢慢。哦，呀，送出去呢，我后脚呢，我是把打起来。我说我提做嘢咧，通做地杯呢，我唔好啊，底下边头前亲啊，还是底下边后面按按落来啦，安尼也唔错嘅哟，吼。我记得也咧通做是提按摩俺的皮中臀味哦，吼。哦，也我规到我的脏味。也通做地杯呢。主要体摇风气呢，连线无停电的安尼规个风嘅风啊，安尼去长来去的做安尼皮里的伊个按摩摇风愈好诶，啊安尼头前去的呢摇位也无放出去的，哦，讲毋好讲头前伸出去，后面凹上去，也是讲爱规个呢安尼。头前后面拢按乌白风吼，安尼迄风呢，伊根本对咱的皮肤的作用呢，无安泰的。哦，一下俺哋都来做一个连续的动作。规件是呢，平常呢，我当爱脚大过后呢，爱树呢。强强的风来吸气，舒张敞开来，呼吸相对，啊慢慢的延伸，落到脚底，啊你身体右边先去做咧摇风。用眼神带通安尼个东方个摩擦，但下摩擦记得是无痛的哦。安尼慢片哦。舒张强开了呢，安尼肩头无五方来，无廿方来，啊安尼舒脂的一个发吐呢，也无脱开。过一摆，舒平落来，一下安尼做咧，一个头前也側腳呢，右腳呢。踏出前一步，
中央竖放起来，中央落喺前腳，竖張中開來，落來，身體先從落來去，我哋做個嚟做啲搖風。中央咧推下到後腳，是擺一條慢慢的哦，後腳咧是擺特別是平順的哦。記得眼神冇啲頭前傾落去，也冇頭我放來。手柄落來，腳豎入來，揾左腳踏出去，推入來，來帶過來地動，手柄落來，我哋腳豎入來。鄉親朋友，他們動作學不會嘛？接下來我哋要做新的動作，請鄉親朋友同我哋共下來做。一下要做嘅動作呢係抱腿起海，人先平鬆，兩隻腳打開來同我哋肩頭平發。我哋人先一節一節。慢慢地送落到我哋腳帶，我哋兩隻手呢，喺我哋頭上貼起，慢慢地上來，我哋手心相對，肩頭平鬆落來，手掌垂落來，我貼起。送入來，個土當人咧胸口如何？個落當人咧肚臍，個平鬆流到人咧腳帶，流落去，就像一粒太粒嘅呢茶輪一樣，匆匆的。一下送入來，帶入來到我哋胸口，都是平鬆，落到腳帶，慢慢地一粒太輪的呢，送出去嘅，我過去帶入來。就是平鬆，落到腳帶，一下我同我腳呢向前一步，然後重新呢落個睇我的前腳，兩隻手呢慢慢地放起來，手指公是把腰放起來，帶定一粒球呢。慢慢地貼起壓送入來，當我哋胸口嘅高度如何啊？落到我哋丹田肚臍，落到腳帶，個腳帶呢，都力量呢送到我哋前腳嘅腳帶。咁慢慢地，有啲茶路你冇必走起嚟啊！我哋右腳呢豎入來，
阮安尼做脚踏出一步，身体的重量呢落到当安尼做脚前脚，树呢慢慢的放来当安尼胸口的骨头愈好，气皮臀呢咧气味带入来，胸口都是落去，站伫前脚的脚带。你脚送起来，一下我迄个做一个抱推器械一个分解的动作，安尼头下呢，眼神呢，表送落来呢，安尼脚협下表送，都是表送呢，有倒年呢，一表送迄个呢，安尼变啊讲安尼脚협下呢，要起风了，手份呢就乌去啊，眼神都变啊起起的，无脏吼。即个安尼眼神是表送慢慢的。伊个关节，天天的，有迄感觉讲，伊眼神是一节一节表送呢，慢慢的落到安尼脚带的。记得也七条是400，也七条表送的哦。安尼迄条那要又落到安尼脚带啊吼，安尼脚협下一定爱送，因为若还长风落呢，规眼神呢都有要感觉紧张的，也一紧张呢，都要影响到安尼皮臀美吼。我说，安尼也咧身体有体下咧，伊咧比较高效表送呢，然后来做一个动作，一下来释放来。我的骨头呢，唔超过我胸口，我当我胸口的骨头愈好，安尼我肩头呢，愈唔会硬风来。我说我是安尼表送的，舒张呢自然比吹落来，肩头愈松落来。哦，我也咧。数字呢，400核电数字讲的400扭方来咯，无出力，安尼都出力的呀。我说我是安尼表送的也比安尼愈好的，也我是安尼送出去。我又搁也比是伊个，搁也是咧咧太个茶轮，清太，咱个咧，因为嘛个呀，太好茶轮安重哦也安尼咧咧，也同也咧茶轮呢。慢慢的，茶轮呢，慢慢的带入来哦。我是用来胸口当我肚脐也比是压缩的哦。我肚也比我胸口也比去呢，我肚脐呢变落去，我肚脐变落去。我要肚也比来，我肚脐变落去，一条变落去，变送。慢慢的下迄条，落到脚带去的呢，迄个轮呢要展出去的。我搁去带过来，个表送落到脚带，注意的哦，带入来。我脚踏出去做的弓步，也出去，我眼神的重量呢，我塞伫前脚，右脚也未来，都也脚带去呢，同样眼神脏的，我手莫安尼翘出去，同样提下面吼，讲我七条千条莫超过我脚趾，我脚脚下面变落来，坐顶来，我后脚呢用400打起的。不过，我后脚那边也没安尼长风来哦，我是表送，是七个，那边7条是8万，吼，从中跌落去呢，数字讲是把扭风来咯，吼，唔出力，安尼皮美的讲法呢，强的如许讲唔出力的，如何同安尼皮美呢，组成一个建筑，落到脚带溜伫前脚来哦。顺顺利，强的做。你感觉讲做遐个讲法是相当的轻松，
俺心情是做得相当的好，安尼对俺的脾胃伊都有帮助的。竹树现在啊，俺每一片也是穷用，他出去的呢，俺身体的重量呢，晒过来，我俺入面呢，重量也是平顺的哈，也好脚重量哦，无长风来哈，平顺的个人生呢，自然都重量落个多，俺也轻脚入面做脚，啊，重量数存起去的，无强风来，平顺落去哈，啊，然后入面带入来。当俺胸口高度如何哦？啊，俺的肚脐变落去哦。哦，留下到俺左脚的前脚，带入来。脚送入来，一下俺哋都来做一啲连续嘅动作。规件事呢，平送落个到俺哋脚底，俺哋手呢轻轻地，慢慢地咁吸喺海面，吸包嘅慢慢地装上来，到俺哋胸口嘅高度如何？一下俺吞入了太口样嘅，慢慢地。压松入来，让俺的身体安尼一压缩一开，伊就同俺的脏腑呢，伊就会做点按摩的作用诶。展出去哦，你嗰條帶過來。也都係俺哋脾胃嘅功法，俺哋做嚟通常咧，俺哋記得唔好去鼓啊踢大，嗬。因為俺哋嗱鼓踢大咧，俺哋腳不軟，自然都對俺哋脾胃咧會造成一啲負擔，伊都會緊張嘅。鄉親朋友，他們創作好唔好嘛？明日聽聽我哋向下運動一下，讓精神、身體會更加好哦。我哋聽通，下一次再見。